Hello，各位街坊，而家年底啦，開發商真係頂唔住啦！呢個樓盤腰斬再打折吓，仲係送夠標準嘅裝修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常東新天地啊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園林非常靚嘅，成個樓盤咧就有150幾畝吓，佔地非常大，喺博愛路上嗱就係呢度啦。咁佢咧就做咗25棟樓啦。咁而家前邊嗰啲咧就全部賣晒嘅，咁啊賣到23、24棟啦。而家推出23、24棟。話緊單價11000多咋，仲係大概3500蚊嘅後裝標準，即係購埋裝修，相當於冇批價。哇，陰公7、8千蚊嘅咋，喺中山市中心啊吓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博愛路邊啦，咁就係東區同火炬嘅一個交界處嘅，所以周邊配套非常成熟。咁講交通先啦，交通喺呢度吓有自己嘅候機樓，對於港澳華僑啊，或者係台灣嘅朋友啦，或者係海外華僑啦，出行嚟講，直接喺門口有候機樓，坐飛機非常方便。當然有直通巴啦，喺小區門口有中港直通巴返香港各區嘅。咁當然自己揸車喺呢度半個2鐘返到深圳噶啦，即係紅綠燈都唔使過嘅。博愛路係屬於一條東西走向嘅大動脈噶嘛，咁返到深圳非常方便。咁喺呢個樓盤斜對面位置，大概3到5分鐘咧，有個博覽中心。博覽中心裏邊咧有深中嘅直通巴，即係翻深圳嘅直通巴嘅18蚊，咁就可以翻到深圳灣街口，30蚊就翻到羅湖呢邊噶啦。交通出行嚟講非常方便。咁講完交通，我又講下佢個配套。佢喺市區市中心位置，翻去到一啲比較代表性嘅中山嘅商業體啦，例如利和啦、大信新都會啦，呢啲屬於比較老嘅大型商都啦，咁就係5分鐘左右。咁亦都係有啲新嘅商場嗰幾年開嘅富逸城啦、Coco City 啦，喺呢度過去亦都係5、6分鐘。富逸城、Coco City 亦都係現時最多中港直通巴停靠嗰個地方啦，所以周邊個商業配套非常之成熟。咁例如翻去到市區最大最優質嘅公園紫馬嶺，咁亦都係話3、5分鐘。咁醫療配套包括去嗰啲中山三甲醫院嘅人民醫院啦、博愛醫院啦，都係10分鐘範圍內嘅，所以配套無論係衣食住行、行街食飯睇戲、出行，或者係話周邊嘅醫療配套啦、公園配套啦，都係非常成熟嘅。當然呢個小區嘅綠化率咧有43%啊，喺150幾畝嘅樓盤有43%嘅綠化率，所以佢綠化咧係非常靚嘅。大家可以睇到，哇！呢啲樹啊，呢啲全部係用大樹吓。整個小區咧係一個桑金獎小區，桑金獎吓，所以佢園林綠化做得非常靚嘅。咁佢啲樹木啊，整個小區有20幾種名貴嘅樹木種類啦，即係一年四季開唔同嘅花啦，花草樹木做得非常之靚。單啲羅漢松啊，或者係啲名貴樹種啊，都開發商用咗幾百萬吓。咁大個小區，當然佢裏邊一啲活動設施啦，俾啲街坊玩啊，落喺樓下休閒嘅地方，亦都係好多。咁有個泳池啦，即係一個鋼琴造型嘅泳池，非常之型嘅。當然亦都有啲跑道啦，一啲遊樂設施啦，例如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啦，係咪？一啲活動休閒嘅草坪啦，或者係啲網球場啦、乒乓球場啊，都係比較充足嘅呢啲配套。樓下咧亦都有啲繁會所，每棟樓下做咗一啲隔空層，所以喺呢個小區生活嚟講係非常之優越嘅。當然呢個小區賣咗咁多年啦，前期買咗啲街坊咧，亦都有好多入住咗噶啦。大家可以睇翻周邊一個生活氣息咧係非常之強嘅，亦都係比較多人入住咗嘅，唔會話靜英英啊、幾成啊呢啲咁講法。大家可以睇翻呢一邊嚇，前期嗰啲入住嗰啲，即係掛咗衣服嗰啲人啊嚇，即係有入住噶啦，或者隔離小區白色嗰邊就係隔離小區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即係有陽光一照可能會睇得更清晰啲嚇，全部係有入住嘅，所以人流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充足嘅。OK， 咁而家佢推出23棟咧，就有87方嘅3房到180幾方嘅4房5房都有嘅。咁我就唔多講，帶大家睇下呢個樣板間，順便了解下佢嘅交付標準啦。OK， 走啊！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嚟到23棟嘅樣板間，呢個咧就係90方嘅吓，90方嘅3房1衛啦，咁傳統戶型。咁佢呢個樣板間咧，其實係經過改造嘅，叫創意樣板間。
呢個係廚房啊，廚房係七字形廚房採光。咁呢啲廚房三件套啊，用嗰啲係方太，屬於國民嘅一線品牌。呢度有趟門啦。咁而家佢經過改造，呢度就擺咗個中島台嘅嚇，咁啊擺咗個4人餐台啦。其實呢度擺個圓台咧，綽綽有餘嘅，因為呢個廳咧就3.8米，呢個廳咧露台位置亦都係封咗嘅嚇，封咗以後咧睇落去咧就比較溫馨啦，適合啲兩夫妻過嚟度假或者一家3口過嚟住啲街坊咧就非常之靚啦。咁呢度咧係成個房間啦，其實打通咗就將廳個沙發都連埋入嚟噶啦。咁其實呢個係個客房或者係房間嚟嘅，咁佢而家嘅經過改造變咗一個電樓房嚇。咁呢邊有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當然衛生間裏邊啲嘢咧就係全部已經做好晒嘅。最誇張嘅就係改造呢個地方啦，就係呢個門入嚟就係整一個主人房，即係2間房打通變咗一個主人房嘅。咁呢一邊呢個就衣帽間，其實就係一個房間嚟噶，成個房間就打通做咗個衣帽間嘅，採光比較好。咁佢而家主人房呢邊擺2米大床啦，放兩邊床頭櫃，3面落床啦，都係綽綽有餘嘅嚇，亦都有飄窗贈送。咁呢度咧就係話3房改翻2房嘅啫。咁其實真實嘅交付咧，呢邊係3房單位嘅。咁就話裝修咧就係天花地板全部帶有噶啦，就一啲家具類啦就係冇嘅啊。OK， 咁我又睇翻大面積少少嘅，有107方嘅3房單位就係呢邊。呢個係2梯4戶嚇，2條 lift 出到嚟咧就係前邊2戶90嘅，呢邊咧就107方嘅。今日因為嗰個露台嘅瓷磚要換嚇，所以有施工喺度，可能睇起身個感覺咧就唔係話有咁乾淨啦。OK， 咁佢而家咧做咗啲防護嘅，咁入到嚟呢邊屬於單邊位啦，呢邊做咗成排個鞋櫃噶。OK， 咁呢個房咧就係南北通透嘅嚇，南北通透呢邊就廚房呢邊噶啦，呢邊亦都係有個露台嘅。咁廚房位就喺呢度，呢個廚房位就7字形嘅廚房位啦。其實呢個廚房嚇有個面積都係贈送嘅，就係呢一邊全部係贈送面積嚇，全部係贈送嘅。OK， 咁入翻呢個廳，呢個咧就係正客廳嘅位置，望出去嗰個有個主露台。咁主露台而家咧就換緊瓷磚啦，喺度撬緊噶啦嚇。而家中午就暫停咗。OK， 睇翻呢邊3房2衛，咁呢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亦都係做好晒噶啦。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嚇。咁就瓷磚地板呢啲房間就用地板嘅，走廊啊客廳就用瓷磚嘅。咁啊天花啦、牆啦、門啦就係呢一種交付標準。OK， 咁睇翻呢邊啦。咁呢邊嗰個房間咧係客房，咁就有半面積係贈送，因為露台改造翻嚟嘅，所以叫做話送一半面積，面積贈送啦，咧就比較多嘅，送得比較多面積嘅。OK。咁睇翻呢度啦，呢個就係屬於房間，屬於我哋主人房嘅房間係比較大嘅。OK， 咁陽光亦都比較好啦，屬於南向啦。咁呢邊有個飄窗嘅打咗嘅，有贈送面積。咁呢邊又叫咗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大家而家睇到呢個咧就係話107方嘅一個交付標準嚇，所以啲木門啊、天花啊、地板啊，全部已經做好晒㗎啦。咁而家就係話，喂，10,000零蚊一方喎，喺博愛路上喎，仲要大裝修喎，生活又方便啦。喺呢度去5大商場啊、Coco City 富悅城啊、利和啊、大信啊，都話3-5分鐘。去到我哋整個中山最大最優質嘅公園紫馬嶺，都係話3-5分鐘啫，係嘛？喺博愛路上翻深圳亦都方便啦，翻香港更方便啦。無論交通或者生活配套，樣樣都係齊全方便添啦，係嘛？而家10,000零蚊，的確係比較抵玩嘅。各位街坊如果有興趣嘅話，隨時 WhatsApp 我過嚟實地了解下呢個樓盤。OK， 下期見。